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就係介紹點樣去轉換暗黑復仇者嘅輪盤模式。咁咧，首先就係呢個同埋呢個，將佢下面嗰個 core 跟住擺喺度夾埋一齊，就變成自動轉換。呢個就係自動轉換模式，個底盤模式。咁呢一個就係防禦模式。咁下次我哋會實戰俾大家睇嘅。咁多謝。就係呢隻啦，多謝。